民进党的性资料风波继续逼，今仔搁再逼出2件案件，有一位已经离职的党工进前予青年部的同事性资料，迄当时青年部主任蔡柏林毋但无处理，搁逼这受害者爱共回实地。目前蔡柏林已经辞掉伫劳动部相关的职务。那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明华也公开予这党内同事性资料，批评党中央处理机制有问题。民进党秘书长柯立明下晡有出面回实地，表示会严格处理，依法上班。那党主席赖清德也提出3项的激进方案。民进党性资料案一直逼出来，车里有个前青年部党工伫面车接受做到部门的同事4单的查甫人，毋拿信息电话来扰乱，也常常伫各种食饭的场合饮烧酒醉，对不当身体接触，更加想要伫出差时入夜房间。以前怀向当时的青年部主任蔡柏林来申诉，却是遭到本案用语回应，更加逼伊下室内甲4单的查甫人斗阵改表走。蔡柏林后来担任劳动部处长李顺义机要秘书，车伊也以生涯规划为理由，向来请辞。说可能会有人报，那会影响到劳动部哈。那我告诉他的就是非常简单，就是面对接受哈。蔡柏林发出声明讲，确实不因为管理不当的原因，经过人事单位按党内规定来约谈，对着相关顶主也全盘接受，并且亲自反省。涉案的4单查甫人，就算桃园这记者也未出面来回应。而刚刚下晡又搁表示第3案，台北市议员何明华证实，伊伫2018年做青年部主任时有当领红性资料，伊把要求党中央积极来处理，严过这过程是真无顺真无奈，批评党中央处理的机制有真大的问题。这整个性平的机制，你是不是一定要上报到中常会？你是不是一定要到我们整个的当事人，把事情闹到让所有媒体都知道？连涉嫌性资料的组织部政务副主任林南国，民进党也证实已经离职。对着一连串性资料问题，民进党秘书长柯立明率领团队出面来激将下室内。这一个相关的被害人以及社会大众，我想必须先致上深深的歉意。柯立明说明，民进党时的处理方式包含对加害者以党纪处分，涉法律者依上法办，同时设立申诉信箱，全面检讨相关通报机制。民进党也调开临时党务主管汇报，主席赖清德对性平议题发表3项激进的方案，并且搁在下室内。所有曾经在米囊内受伤的人，致上最深的歉意，因为在你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没有跟你们站在一起。面对性平事件与职场霸凌，绝对不需要大局为重。赖清德强调，除了追究这责任，也强化党内性平机制甲教育，表示无多其他人民会使随原谅，也个民进党一定会深刻来反省，请人民相信，民进党袂放弃价值甲理想，特地互选民来托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